每當走路上落樓梯，膝頭內側就隱隱作痛，呢個可能係單側內側膝骨性關節炎。當我哋行路負重嘅時候，壓力集中喺受損嘅內側關節，就會產生明顯嘅壓痛感。要解決呢個問題，核心原理好簡單，就係轉移負重，將壓力從受損嘅內側轉移到健康嘅外側關節腔，就能夠有效緩解壓痛。目前主要有兩種方法，第一種手術，高位脛骨截骨矯正手術 （High Tibial Osteotomy），簡稱 HTO。HTO 係以入侵性嘅手術方式改變膝關節嘅負重力線，將壓力由內側轉移到外側。但係手術伴隨唔少風險，例如骨折、神經血管損傷、骨骼延遲愈合甚至不愈合。此外，仲有血栓栓塞、術後感染或者矯正不足同畸形復發嘅可能。更值得注意嘅係，呢啲併發症都會大大增加未來進行全膝關節置換術嘅難度。第二種係更安全、冇創嘅選擇 K39D 減壓護具治療。K39D 係以非入侵性嘅方式改變膝關節嘅負重力線，將壓力由內側轉移到外側。分別在於呢個方法無需接受手術，完全冇副作用。佢唔單止能夠轉移負重，做到精準止痛，更能夠增強關節穩定性，改善關節嘅自身體感，俾你更安心、更輕鬆咁恢復日常運動。換句話講，HTO 同 K39D 都係透過改變負重力線，將壓力從內側轉移到外側。一種要做手術，另一種則無需手術。精明嘅你應該知道點樣揀啦。免費試戴服務現已接受報名，立即點擊以下連結預約免費試戴。推廣期內成功預約即可享有交通資助。若想了解更多骨科疾病，護具治療骨科痛症指南已喺3聯商務中華書局發售。從知識改變命運。